我耶稣背过了，耶稣读过了26年，用哈次过头三次这个白马里边一到了白马一马名啊喽，我们5年你们用年我啥子你漂亮，一代学个巴拉马，他妈我，的话用跟你每日录业务个我和我弄个，我那个米算你我半年。有密码那求你一点啊，你没对你吗？莫罗的知道吗？过困难了你啊，里呢，马都叫面面，我啥的米都跟那么，我的3条3年我少，没什么不，我的都叫是一对一来。啊，没发现你是提头荔枝瓜比果子瓜吃农业的，以色列不呢一直没瓜比。离起家国瓜多了嘛，咱们人那关呢，啥都没多面可多做，我很多面多做，我的俺们一话，我啥的啊可嘛就分，两嘛比葡萄嘛比来哈嘛，一直没瓜就把一点点可两啊，两别多的可嘛那你们能拿2个一嘛米嘛弄8家嘛闹下那个，你看嘛是你4年之日呢。这里嘛就下的都讲牛人那天的我有的项目老师什么的，有半年子嘛，当时呢，阿里沟里是女里沟里是白嘛，这里都是2嘛，这里大，一直就把一台2加2嘛不动，我啥的就把个比很多那个面2学嘛过2嘛不动，提出嘛你的30倍是呢，把它皮嘛带了是呢皮得了它，啊都服嘛。支付了我，啊，豆腐嘛支付了是呢，农苦农是俺苦俺是，啊的我娘嘛豆腐支付了就，我台一我个钱去了就，我希望你嘛一万我弄钱了我了，我啥的我弄，但啊豆腐的嘛写的是那么，我可家两嘛大哇，对了表，我啥的我可他我啥的别人嘛呢，我的俺呢10天嘛，像几个就能10天嘛得。陪我打过，慢慢呀，几十么嘛筷子皮里打嘛过，我过出去哈，付一笔嘛，几个就下多难的嘛，付笔嘛我的了，我过路木送俺打不打量我，没给他，这里你那这个呢，付完你嘛苦的苦，一度嘛过了，嘛是那就，付笔我嘛在路木送俺打不打了就，用下沙头吃里这个别的，啊你木是里。力气个负担多个2码里边，那错比的米多个里那卡喽，耶稣的路嘛个比，嘛是了，有年10多年前面个提次的把啥家嘛的故事啊哇，提次的把前面个比利那么呢，耶稣的家嘛个比，一的那路嘛个比，那路边嘛呢，只米只那路，那路在全米非出那路，一边嘛里边你们这一个我啥嘛米。啊，所有啊，面那个，这里习惯你们那个狗，但是呢，侬已经在有年3面这么说，我啥子呢？我的个两嘛比的累，也是呢有比我来不到的个5个，有3面1起3面8个，有10起10家个，一代知识呢，侬我的知，我的领导，我的领导呢，我头我的侬，他传我面嘛里边有。耶稣的知识不俺大不呢，就叫嘛比别木嘛看嘛俺路，衣服说你对你这个别的，侬话3面3么2嘛呢，人气瓜比今年不懂俺路，侬今年就叫分那个嘛俺，人气瓜比1分嘛别，侬得个啦就，就里别嘛呢，那天对瓜都讲人的，耶稣来不对的瓜，耶稣的某个地分嘛，啥子分嘛。1分嘛不来别那边侬不出了，耶稣3面这个是呢，来不对的话什么分的有不嘛分，有那一年几号是一来面的啊，我的阿米人气瓜比别嘛人侬的俺在第10分嘛的可嘛别话别嘛1嘛名啊，我的阿嘛不懂你们对的机关阿米，是把耶稣的我呢侬话比我10家狗，侬话我的2家吃了那么这里也别说呢。因为话一话，哥哥嘛不一样嘛话，没可这个咋多哩？刚才爸爸的别带了是呢，听嘛人我过对侬话比我嘛，侬话比我下几个是我嘛，
对嘛的对家吃了那么对了也别的，你们有这些你光阿米，爸爸对了也都嘛我，罗个天嘛带多了是罗个天嘛呢，我是胡干嘛？我在收入那么，我最高个那么，切分每家那么米大嘛一干嘛的这么多，切个个干嘛呢？20、20挂币，地帕屋里出电马里边只干些你个，也是呢20、20嘛啊，之前是莫管民的技术是，分的是分，完全的是完年嘛也是，那边我不懂，胡个我少弄的项目，没事呢，每家说的不个老太。我一直比对家是找我的那么啊，可有讲啊，他妈呢，咋做200年我啥找，马咋做200千不找，这来你可要么不得用家谈米，或者是我啥那个，谁掉是呢？我啥的你妈妈啥里子那么是有那个爹妈是想嘛的，你妈妈哪里那么啊谈米价格大，有你妈个的话对家的，做咋提有那个呢？你妈妈我很难这么讲，一亩里面空也是啊。这里打不的数点嘛，你忙我忙啊！我呢还对家嘛，我啥你发了，嘛你发了，我那个不多，你嘛对家瓜连里对家，20对家干嘛去光啊米？我啥的来句，我啥一个个啷个？有的明年是呢，爸爸我少我嘛好嘛做嘛，只等那个边是县里那么一家来别的嘛用啊米，对了别台别嘛里边用啊米，你嘛了，有个切个日都干那个。欧里嘎，天天日到嘛里边，你嘛乐台，有人支持嘛我啥，让你我没教师傅来是要来拉到伊，我的说呢哈哈摸摸着，当我被那里我啥里被摸看嘛了，是把耶稣一话的，啥子子说比一时的太多个说，三面有说，最嘛里无当然有点没有无没知路啊就，结果嘛复杂的，我的俺们不都。容易是怕那个啊，他们不里，可是他妈在苦肉么了嘛？哟，你妈这个事呢，我啥在我苦都也来，这个就我苦呢，爸爸我少，那我们干嘛在第一时就是我那边，我那个他我只得是个三面一吃三面八了，啥子大麻子三面吃了嘛呢？我那明年了说，麻烦嘛子嘛最就说。前面挂出那大马啥子第次的把啥子那干嘛挂比，那你就叫个哪年，那得项目，每家说来陪我带到嘛88年，那个对我那最那个啊，立刻就干嘛比3秒里是干嘛，啊，你啥子来不对的话太干嘛，带指门那么爸听嘛我，那你别嘛里边的里，那个听嘛那我啊就是都，听嘛呢我是那我比我胡干嘛我就，也是呢3秒才够。我那比如阿克里如果上海代购，他们讲我那不懂阿路，爸爸我在项目里面没叫说的我那在不个那边，我来拍的我那在不个嘛里边，我那个我大妈就个回来，有啥有多少里听那边，一直讲的是呢，项目你不懂，也说我在我你那么你不懂，你不懂有啥有多巴拉子，我在项目，爸爸我在项目过了嘛个，喝了喝白。对家面嘛一时之，那你了在这么做嘛？啊，只等俺们面都回来，我那些个嘛，来时主要是来时那那个，我子，那在体里那么，那面那一家人在项目，是吧？那你头我个大马里边的累的个子啥时候比如，可是不个咋来混那么呢？耶稣就是美国比天哦，这里漂亮子。